10年前，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仅为5.25亿元，固定资产投资是3.09亿元，县城建设面积1.5平方公里。10年后，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14.93亿元，固定资产投资达8.37亿元，县城建设面积达4平方公里。县城道路实现7横7纵大格局，污水垃圾实现标准化处理，室内室外体育设施应有尽有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实现提档升级，城市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抖音。